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今天是3月2号，是戈尔巴乔夫80岁寿辰，就是他解体了整个苏共，被他一手干掉。所以在西方政治家们当中，那也就在今天呢，说实话，网上的消息呢也比较特别，主要是因为特别在，共产主义大本营当中只剩下一个，说实话就是中共。只剩下这个中共现在面对着阿拉伯世界的这个民主化的进程呢，完全是哥们儿吓死了。BBC 登条消息这么说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呢，谴责中共粗暴对待外国记者。从上个星期日开始呢，其实在国内呢，很多朋友想聚集在一起。那就在上星期日，在北京和上海呢，美国的彭博通讯社、BBC、英国的 BBC。美联社、美国之音、台湾和香港的媒体记者在北京或者上海都遭到了共产党的铁拳打在了这外国记者的头上和身上。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呢，与被打的部分记者见面之后发表声明说，记者受到了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对待，让他感到深刻的不安。而且呢，美国大使还说，对中共的公安人员不能保证外国记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感到失望。那这也是美国驻华大使呢，在数周之内第3次谴责中共当局打压异己的行为的这样的事情，而他自己呢，已经辞去了美国驻中国的大使的职位。那他要返回美国参加下一届的总统竞选。那除了美国之外呢，包括欧盟也谴责中共对待记者的粗暴的行为。而被打的记者当中呢，其实有2位。就是来自于 BBC， 他们就在第一时间写了他们自己的感受。咱看看 BBC 的记者怎么说的。那 BBC 的记者写的文章很直接，叫 BBC 记者在北京王府井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这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他自己这么说的：上周日的下午1点半左右呢，一排排中共的公安和警察呢就在王府井那儿守好了，特别是守在那个麦当劳那儿。文章里提到呢，整个造成中共警察神经紧张的原因，是因为网上出了个帖子，有人说星期日下午2点到这个王府井大街麦当劳这儿遛弯去。所以这个 BBC 记者也说了，说确实警察呢在那一站呢，就发觉很难分辨哪是抗议者，哪是默默遛弯者，哪是购物者。在网上人的呼吁说下午2点半到那儿，2点钟到那儿散步去，在麦当劳门口溜一圈，然后就走，挺绝。结果警察呢就想出一招，我找不着那个走步的，但是我能找着老外的模样不一样，所以警察把苗头就冲着老外了。老外好多人都是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那好认。结果老外就吃了亏了。文章里就提到 BBC 的记者，包括他的伙伴呢，都被警察粗暴对待，给他拖了50米扔到汽车上，还故意拿门撵他的腿。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是刚才提到的，警察，北京的警察，王府井的警察，给你展示一下大国崛起的中国是多么横。所以大国崛起的中国的代表就是流氓、土匪、地痞、暴徒。所以你不用找暴徒，他崛起之后他就是暴徒，要不然他不会对待这样的人。这位记者也提到了，其实在现场本身呢，我们看到呢，有一半的人应该是便衣警察，有人在自始至终在录着像，没人去干扰他。那肯定了，录像那个人一定是公安的。那公安的录完像之后，您在家里他就看那个录像片，谁跑那儿上麦当劳去，谁跑麦当劳买薯条去了，谁跑麦当劳上厕所去了，反正他一定都给你一个一个摘出来，再判断谁是那天低着头没说话遛弯去了，谁是在那儿说话来的，他肯定得这么分析。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党国崛起后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人民是普通的老百姓如敌人。如果这样一个概念的话，他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话，而就像这个记者说，在这个过程中，警察一直通过报话机在接受指令，也就是就在麦当劳这原来的厕所的位置上，您知道有多少警车呀，在边上当官的在现场指挥呢？
所以这就是现实的党国的生活，也就透显出中共真的要完了。这是 BBC 的记者说的。德国之声有另外一篇文章。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实际是个评论文章，说得很直接。文章的题目叫《中共欲将反抗窒息在萌芽之中》。那他提到的依然是这件事情，而他引述的媒体呢是《时代周刊》。他说，《时代周刊》27号写个评论，中国在星期日再次做出了作为警察国家丑陋的面孔。当治安力量在20多个城市大举登场之时，这个崛起的经济大国的耀眼的外表退居幕后，这信号很明确：谁要试图以阿拉伯世界为榜样，向中共说不或者表示不满的话，他将面对国家暴力的冷酷无情。所以我觉得老外还是老外，他这里说大国崛起的外表退居了，我们没退居，这是大国崛起之后的软实力的表现，这是软实力。老外我照打你不误，我打的就是你老外。打中国人他藏起来，他打完中国人知道也没招，你中国人也活该，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谁是土匪啊？谁是流氓啊？谁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呢？中国共产党所握有的权力的和利用中国共产党获取自己利益的人，和今天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和党国而对普通的百姓施暴的人，这些人就是最丑陋的人。文章里还提到呢，在北京和上海，有些人被带走，10几名外国记者被临时拘留，1名外国摄像记者被打倒在地，而且脸部被人踹，星期日还躺在医院里。警察针对自己的人民就已经相当粗暴了，怀疑每一位逛街买东西的行人，刁难那些不喜欢被这样对待的人，推来搡去。很简单，警察看你不顺眼，说你怎么低着头走麦当劳啊？没准你着急要上厕所找厕所呢，可不是低着头吗？低着头找厕所呢，他说你为什么低着头啊？你怎么不出声啊？你不出声，你是不是看什么帖子了？你是不是听号召了？你说谁要这么对待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对我这么说话，是不是这道理？他自然会有表态，一有表态的时候，那警察脱了这身皮，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可他为什么这个警察穿上这层皮，他就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当成他的敌人，好像他那对咱老百姓那股仇恨从脚跟那儿就滋儿就起来了。您说他为什么呢？就是那句话，共产党本身是个恶魔，谁穿上这个皮，就像咱北方农村说，那招了狐仙似的，那招了魔鬼似的，那招了道一样，所以他自己就不是个人样，他就会干出不是人的事儿来。道理太简单了，这也就是九评共产党当中特别提到一个说法：您入了共产党，入了红小兵，入了共青团，为什么让你退呢？就是不希望你像北京的警察这样招了魔了，自己干的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文章就提到，中共这么干本身就是响应一个口号，叫防患于未然，不允许阿拉伯病毒在中国大陆扩散。那因为共产党毛泽东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他要把火星给扑灭。其实他在扑灭火星的本身的过程中，他就知道他面临的是整个枯干的大草原。你扑了这个火星，那边刮起风来，您扑哪儿去？最后烧死的是那些扑火者，是不是这道理？中共这么做法，这篇文章里提到说，有一个中共高层的人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以确保中国不走错路。那正确的路线就是经济进步和党的全部权力。尽管中共30年来成功实施了经济改革，但是在这个国家政治上却停滞不前，可能成为经济富裕的最大的威胁。确保中国不走错路，来自中共的高层的说法。中共的高层的说法，所谓的中国不走错路，就是他们家一直在挣钱，是不是这道理？把他孙子那辈儿都挣出钱来，让他孙子那辈儿变成美国人之后，拿着美国护照回到北京去接着挣钱，这就是他所谓说的
不走错路。那如果这个是他的正确的路的话，老百姓你我他，咱们老百姓就永远在底下连汤都喝不着。这就是他说的正确的道路。那刚才提到了，今天是3月2号，是戈尔巴乔夫的生日。那我们就看看法国人在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文章是这么讲的：西方重视冷战终结者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路透社和法新社都发表报道指出，3月2号这天，全世界将庆祝戈尔巴乔夫80岁诞辰，感谢他终结了冷战时代。真正的感谢背后的内涵，他终结了苏联东欧的整个共产主义体系，被他终结掉。文章说，戈尔巴乔夫1985年在当时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壁垒森严的共产党大本营启动了自由化，这一行动最终导致共产主义苏联崩溃，前苏维埃人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虽然经历了一段物质匮乏的混乱时期，但是在当年，从美国总统里根到德国总理科尔以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称赞这位敢于向世界开放、与前任截然不同的政治家。还是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天时到了，不动也得动。天时一到，那天下就全变了。当初的苏联是这样，今天的北非也是这样。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